少年给上堂何门，给封他过什么官咯？
七罪万岁，赐他莽王牛的御酒庆功。啊，万岁！一臣之见，可封进士提督元帅，统领御林军，保护圣教。启禀万岁，丞相李俊勇为元帅王不少瓦殿外候旨，快宣！万岁有旨，宣丞相李君勇、元帅王菩萨瓦上殿。臣领旨。见驾勿忘万岁，请平身自送，谢送。王府元帅，万岁，你当了省长，立了大功，正是你御举庆功。谢万岁，有老丞相得正八赞，真子八赞。二郎，还不快快谢恩！哦，谢万岁美举，王府元帅，朕还要赐你忙袍玉带。启万岁，臣不要蟒袍玉带，不要蟒袍玉带，那你要什么？臣有万岁赐臣一道诏书，一道诏书要他何用呢？用它召集一位众人贤家大小的不怕之冤。哦，众人受了不把之冤，这是怎么一回事啊？万岁！3年前，内满10顷大边疆，当时女公子花水跳沙场，他屡建奇功破敌人，连追连胜，斗志
孟子元今在何方？万岁，那孟子元虽以欺臣为禁，算3年牢狱，不应传兵，故而不能随军同去。丞相，丞相，那此事虽万丞相佛上早些，真知王仆元帅，万岁，终身随愿，理当早些。将军于公，不可不伤。朕周此你忙报牛队，还要加封你帝都元帅之职。启万岁，臣不要封官。哦，这天下还有封官而不要的，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啊？哎呀，万岁，一声快啊！元帅臣莫乘风，可惜是年少尚未配来翁，啥能封官又是婚？岂不是锦上添花，成恩用？好嘛，两情子一秒去送，此婚足迹心意浓。真乃是这言声无有所女才。万岁，梁大人有女子女，太是贵重。既是此金殿赐婚，真要成。成主言人的他美哦。哎呀，万岁，这些臣都不要，都不要，那你要什么？臣愿将功折罪。将功折罪，你何罪之有啊？万岁，像那孟宗多虽非行的，算却是生兵之将，欲为君命，故而臣愿将计之功折他之罪。丞相，丞相，你看此理可行吗？万岁，孟子元忠心大哥，几十载，家常常一朝失所以愿为，元帅他愿意少年之功尽张人，其子高尚看敬佩，丞相杀人不尽大于归，这文字可错无才，如今在功劳本是王婆家，怎能错那孟家的财？万岁，孟子元他本是臣的岳母，臣是女婿所下辈。好，朕不但遵你所在，还要加封你一个忠孝王。谢万岁。慢嘞！方才这名有万岁之婚，已将小女侍女许配了王普将军，这不一语报出来个岳父啊！是啊是啊，王仆元帅，万岁今年此婚乃是锦上添花，是吗你还不快些啊！二位大臣，小生是由于那孟家小姐定于婚呀，实是万万不能另聘他人的哟。老太师为我这样高兴，
谭岁老臣碰的那孟丽君哦，怎么样？既有那闭月羞花冒京城，更有那金星手口才要生，有元帅自怜必恨天作臣，那才是锦上添花满朝臣。老太师是言差矣，那孟丽君当是百人女，怎能与万岁亲赐婚？那孟家冤冤理当定，这凡人之女从我人。终算不是百人女，这世道须有他人命。若有前套，分明无才；不服王法，分明有才。无才，有才，有才，有才。而且休得吵闹，这有才无才嘛？万岁！哦，万事请丞相指教。万岁，臣闻是从前有一空门弟子名唤真生，他父母每次举棒当他，他是小棒当女儿，大棒当道子。他父母问他这是为何，真生答道：小棒当不忧伤，大棒当苦之要亡，再将儿当死，岂非要加重父母的过错啊？自此他父母再也不是大棒了。万岁，真生之言，推辞就被举一反三，那原有谁因好比大棒当子，孟丽君杀不逃罪，岂非也要加重朝廷的过错？小子事情，大棒苦罪，终身弑君，冤有苦讨，此乃先辈生臣之遗训也。哎呀！丞相不愧不有多才，今日是个冷静，怎么也比呀？那孟丽君不但讨得无才，而且讨得好，啊！是指说来，那孟丽君远远见到，确实无才，确实无才。好，无才。且万岁！哎呀，万岁！孟丽君有才无才不理他，而我女儿方才已许王婆家，君无戏言送不允，举万岁诚心正待平花。万岁！孟丽君有才无才已明白，我与他早结丝路远南疆，早晚死了孟丽君，有女天仙我也不娶她。真是有情有义，应该立马的讲。这门亲事万岁今日赐婚，应该立两家，孟家两家。而且休要闹喳喳，是今日这两个女子都抬家，这有趣的婚事，万岁！我真发了。万岁！只因为情丞相哎呀，丞相，这股子意，你恐怕出的体恤深意呀！丞相，你这股子意可要出得合情合理哟！哎呀，丞相，你这股子意可是关系到梁大人他女儿的终身大事啊！你
这个主意可要拿得好啊！恩师，这可关系到药圣的终身大事了。丞相，丞相，这个主意可是不好拿哟。丞相，丞相，恩师，再让我仔细地想一想吧。啊！君怎么猜我旨意拿？这变化如发福堂，西上话多情与多女，偏生定了模样。如今我女扮男装，有欺君在，这西陵千里须守望。王太阳，精明能管事风云，借兵为我计划未成，救过他。3月3，迎风头，亲手带，曾经箭头杀，万须记住他。万岁！一臣之见，王婆娘孙与莽家的婚约在前，设有莽丽君，万岁应赐婚王婆娘孙与莽丽君。要是没有莽丽君呢？要是没有莽丽君，那使人给予你家使用小姐成亲喽。这可万万使不得呀！丞相旨意公平，元帅不必多辩。这是这莽丽君，她到底在哪里呀？我是这莽丽君，到底在不在呀？只有天晓得了。万岁，臣愿弃官寻找莽丽君，哪怕走遍天涯海角，我也要把她找到。要是那莽丽君一年不见，我就找她一言10年不见，找她10年。要是他一辈子也不见你，我就找他一辈子。真是有情有义呀！真正岂有此理！依我看，那莽丽君不用找，哦，不用去找，只要朝廷统领国府尊严，张贴王榜，赦免莽丽君潜逃自在。哎，命他投案试试，也就是了啊。要是那莽丽君不来投案试试，难道要我女儿等他一辈子吗？哎，给他一个hạn期嘛，hạn期多久？hạn期1月，太短太短，是hạn期1年，哎太长，hạn期3个月，太短太长，太长。有朕作之，hạn期18天。哎呦，退朝。这一来呀，你可害苦了我啊！元帅，此话怎讲？想我与那莽家小姐早有婚约在先，生则同亲，死则同忧。他咋不能伺机归来？难道要我与那两家小姐成亲不成？元帅不必担心，王榜一出，天下皆知。
那孟丽君岂为不闻不问？何况元帅对他如此多情多义，他岂有不想与你早结花烛之理呀？我是怕他这身仙道，举目无亲，度日思念，揪心思问，他会不会早已不在生死了啊？父母自愿离身，乱凤自愿离人，他不会死去。莫非你与他的消息吗？是有消息听到龙高，元帅等来加衣。等候加衣。你机灵真是去机灵。并去禀告丞相知道。哇塞！李俊啊，李俊，究竟是你想那李丞相，还是那李丞相想你？究竟是你们两个确实相像，还是你就是那李丞相？啊？呀，你呀，你把我做龙灯，好苦也。
弟弟母亲来了，弟弟母亲请坐。儿郎，决议死信已经送去，丞相说即刻就到。即刻就到，这就好，这就好啊！儿郎，你说丞相就是孟丽君，可是据为吾所知，丞相家中早有妻室了啊。哎，总有其实，这怕也是言承二目的吧？弟弟不信，你来看。喏，这是孟丽君生我的私画像。你来看，哎呀，像啊！这画像，正我那天替我看过病的丞相是一模一样。老爷，你来看，弟弟。却有相似之处。好，那稍是丞相到此，我们就凭这画像先去审他。夫人，想这天下容貌相似的程度，哎呀，更何况我说老爷，你丞相3年同朝，难道还分不清是男是女？我看你呀，真是老糊涂。夫人。我可不像你这样莽上。你糊涂！你莽上！你糊涂！你莽上！好了，弟弟母亲不要争吵了。稍是丞相一到，便知分晓。丞相到！哎呀，他真来了！儿郎，你这个病人也该快当扮啊！当扮。
丝袜却是精致的很呐。这丝袜的布脚，它是费了一番心思的呢。是啊，是啊。我们就在这里等候钟小王。丞相驾到，老夫有失远迎，失礼呀，是失礼。哪里？老娘中，钟小王的品性怎么样了啊？哦，小儿他，哦哟，他都算病的。啊，儿啊，哦哟，是丞相为你看病来了。哦，是恩师大人来了。恩师，你可要救我的命啊！哦，请丞相嘛，下官到堂吩咐为丞相备。老娘中不用客气了。哎，应该的，请坐，请坐。钟小王，伸手过来，我来替你按嘛。哦哟，哦哟。恩师，不知药生生的是什么病啊？你呀，生的是急性病。急性病？哦，恐怕是关乎太旺了吧？这怕是阴阳失调吧？此病不要紧，数日以后你蒙太后手丹，太后手丹一股。怎么样啊？ no， 不过言气心旷神怡呀。只要能将心诉气，解他。哦。恩师，药生的病，岂是上药可医哟？恩师是此用药，这药香恐怕用不着了。用法吩咐当家时候是。恩师，什么相来？我生的乃是死盲病啊！哦，是啊，稍有所思，夜有所梦，死梦病，死梦病。我的病乃是no，我的病乃是为他而起的呀。你的病乃是为他而起的呀。是啊，恩师请快。no， 这是莽里君生我的私话下。哦，这是莽里君的私话想。那我倒要仔细地观察一观喽。请看。画得好是画得好啊。画得像是画得像啊。我说是画得十分好啊。我说是画得十分。
马丽君，早日还是三门定鸳鸯。言妻，你得了这样一位似花似玉的小姐，真是不闻不谦可惜是王榜天策3月多，未见他头爱露真相。恩师啊，你应尽做我二家营，真乃是话柄不能充其上。言妻呀，风来是风在上，青云一路总能上。你与他有情人总能成眷属，你无需交叉不用慌。是今日暴风一领红国章，只怕他做了高官把旧情放。我为他天天宽度等佳音，我为他夜夜是梦难长。一片真心为天表，他无动于衷为哪桩？他那里字字句句诉衷情，我这里方方层层句为上。他心凄凄为我思念长，他恨深深愿爱我旧情房，他甩溜溜雨中带刺挖苦我，只眼眼我万千苦中他心也不想。常言道，水未落石难成，我心中有话真言讲，诚实报君是白虎，一旦有无要爱夫郎，奸人为是我真下堂，少呀这难杀人的痴情，你不体谅马丽君啊，马丽君，你我近水之差，恰似东马路，你呀，你呀，透过眉宇团曲步，你的心事瞒不过我，平时为万欺君在，担心在旅上生活。3年来，你为平花乱，谁家园自出有因，盼不得已，你才有错。更何况你我两
娘家功劳大，何惧万岁不娘护？堂上真要听你在，宫外来我不是赴汤遇到苦。李军啊，啥子盘水赐婚良家女，叫少娃是我娶得子。方人谈及即将来，你去我犹豫在速度。你啥才把事情误？你我生疏我生疏，你啥才把夫妻人不听当面破心挂你分丽君啊，哦，马丽君，你倒是说话呀！言起呀，你为瓦匠起兵，冤瓦匠，可是那瓦匠有口难张。你看他秋不清晨，明日晴，想必他你的心是早知将。你看他柳眉淡扫只为长，想必他心中定有好主张。孟丽君啊，孟丽君啊，你的心也太狠了哦！这是你出轨啊！这是你出轨他了。恩师，你怎么知道我出轨他了啊？言起，既然他官到远远走天涯，
少女中，忠孝王神之不幸无需接受用呀，就此告辞。李军来了！哎呀，母亲，都是你呀！老李军，吉祥勿忘万岁，万岁！平身。千万岁！万岁！今日不识进门，未见孟丽君投案死守，望万岁赐回小女与忠孝王结成完婚。对，立即成亲。慢来！既然孟家有皇娘才贤，那忠孝王又非孟丽君不娶。我看这汉姬呀，可以放宽。这汉姬不能放宽，不能放宽！怎么又吵起来了？此事当时乎子谁么？万请丞相指教。此事凡谁有旨，宣孟丽君上殿。立旨。小姐姐妹强定，娘用俺一家乱真成亲嘞，让他们真家到南边，为的是托应吉年巧金孟丽君看见吾王万岁，抬起头来。果然意运不凡呐！万岁，此乃假孟丽君。啊，假孟丽君。历经审问，怎能断定真假？丞相高见得正文来。真子，你这小女子家住何方？姓甚名谁？爷爷将来。丞相孟丽君虽是我名为老家虽然
他无根喽。哎，什么有根无根？你快仔细地认一认啊！不用认，不用认。哎呀，你为何不认我？见了真的不能杀真，见了假的，难道要我说他是真的不成吗？万岁，既然忠孝王说是假，可是其中确实有诈。是啊，万岁，那小女子所言事事有根，句句有凭，怎能轻易说假哦？是啊，稍按小女子所言，有凭有据。那这张婚字正是当成仙。哎呦，万岁！万岁，他成仙二字情长生，无心头等着千金城，我这里是真意真，他那里是天是地，不管同样心好恨，为那强中是那孟丽君生我的私花香。忠孝王，这画像虽好，哎，朕总不能叫这画像同你成亲吧？万岁，倘若是画中成谁呢？是传列杰与你赐婚成亲，君无戏言，言出是善。好，请万岁安土所记，这画中人，他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近在眼前，此事，此地，此地。我说忠孝王，你的病到底好了没有啊？朕的病早就好了，我看未必。
喏，你来看，这金匾字上分明都是男子，而这孟丽君乃是个女子。你却说她精神奕奕，这不是痴人说梦？哎，痴人说梦吗？万岁，这金殿之上衣冠章所，确系断子，可有一位大人因家国之罪，不得已儿女拜论斩。你得真讲。有一位大人女拜论斩。竟有这等事嘞，那真可要爷爷的生死了。往南一语马当当，他不给我万众啊，千军把死啊，愿借东风去陪他。策莫西狂，力轻勇猛，分明可是我中窈窕。红我非是天起来，可说迷离在分晓，倘是故事差一品，孤王不报谁来报？丞相，你替朕来看看，这画中之人与殿上哪一位大人的面貌相像啊？用马相像世上多，那牛皮不能出，一定是忠孝王亲自身皇叔，相与不相乱吹梦。说得对，正也是这女扮乱章，绝无其事，绝无其事。万岁，方才你分明以金款称。万岁，倘着这朝中至于他这女扮乱章，人力当力斩不杀。不，只要万岁杀他无罪，孟丽君便可特下饶我，万他轰炸。万岁，你就圣谢我们夫妻团圆吧。你还要此人什么？你太放肆了！万岁，你莽莽上上，颠颠倒倒，难道不知他无将领？万岁，因为演戏有病在身，口不应心，用他自出而改，回顾私心。好，看在你李清门上，就召他起来。谢万岁。哎呀，万岁呀！此今又是画像，又是女子，垂真垂家，到真叫成越偏越糊涂了啊！千子万岁，有那众多莽子鸟听与用贵，也在我们华后之。
哦，一个不糊涂的人来了啊！快选，凡谁有旨，选莽子元上殿。臣领见驾护王万岁，平身。谢万岁，有无？莽总督，快来兼顾为你朝夕民愿的李丞相。是啊，李丞丞相，啊，弟弟，你是谁呀？我是你的女孩李青啊。哦，是我儿李去。出生了吧，弟弟，几年不见，你怎么连自己亲生女儿都认不出来了？是啊，岳父，如今你的女儿已是个大成了，这怕面对面你也认不出来了。哎呀，也许，难道你也是她是我的女儿吗？岳父，你的女儿？莽总督，这小女子自称莽丽君。素色之言有凭有据，你快上前审过亲生呐！啊，莽总督，李丞相，当年大侄子陆大富，女儿的心事不知情，究竟是真作假还是假作真？情中多习惯用貌细情啊！听丞相言外事有因，管丞相用言是离君，为头再夸家下女，似曾相识面不生，难道我思女心切言昏花，还是盼儿有着梦境？岳父，女儿怜惜她指指点点有殷勤，莽总督，你快称呐，称呐！但是她深深踩入深情深，看起来今日只是非寻常。我称女儿原需要
谁呀？是老僧天上洞宾，二龙眼花，实在是困不清呐。万岁，今日真假难辨，用为人把这小女子带回相府，仔细再审。好，那此事就往爱卿发落。在哎呀，万岁，这女扮乱葬之事，女扮乱葬，身着虚妄，谁管无言，列斩不杀。万岁好。成亲，到那时我看你真生得了哦。你呀，你呀，李丞相接旨。公公有要事，凡岁宣丞相即刻进宫，空赏国事。公公贤亲，下官随恩就到。不，凡岁命我随丞相一同进宫。是此公公招待。用法，此乃公文境界，立刻送出。是。公公请。
来宽哦。快云中，红颜飞过声声鸣，请可知思鸟乃是恩爱情。臣只问此鸟十里你看他该不见还是看其边，一片冷落报春宵，请可知此乃心在相思草，草木有情也相思，问你情。神杀中情心何了？哎呀，心何了？该说多着相思长，臣只问是真是从与欢修长，不知草木啥有情，真义勋人心当比朝廷当。我咿咿呀呀去跳动，他簌簌代代我上风，我拖衣在路晒分明，看他万用户造加工，丞相啊，请问谁是谁上几风？真与你记心连带押云送，此次请教长脸。好，轻抚有计，乃作明月无知空遭人，云白三清天有意将身作行地不行。反掌圣诞，教育翁似乎下毒。千层峭壁，劝教自己早回头。呀！李清才华过城中，虚见自知自己无其中。我咋能有此也乃昨天是外邦定国好自动。我挥舞流扫飞自上，李清，啊呀呀，真故于画中为人点不长。啊，李清，来自一时之交，你我骑马过桥啊，甚相亲。万岁亲。
真将不管的怎来母你护教？不，必须死记长讲。好。你可要小心了。你既是堂堂男子，比利用，为什么体态娇柔不惊风？只因我自幼多病当家养，从小在母母宠儿中，灌输教子不欺瞒，以致我长江西把马江送。哦，是指你我小马还赢吗？多谢万岁！新部来到龙寺边，见龙寺中对对有雨溪水中，真遇见那水里遭遇阴神霜，真好比一幕心相逢。万岁此话理清通，君臣事务必隆隆。君此人一副3岁的陈宝君，万家娱乐长子兄。居安思危，顾子胥，国事离了便是君。慢，国事无妨明日了定。稍日你我同往天相观，君臣同饮也总是乎？万岁，请若暂时不去，顾客要生气了。来呀，园中张灯，拜驾天相观。万岁。
与万岁平奏哦。是啊，这个所谓平日乃王后娘娘所说，可惜她不配呀。她应该把这个所谓娘出来，娘与你神相说。哎呀，万岁有失笑话了。李青请。此次告诉了。为卿3到8斗，敬你一杯。为卿忠心苦家，再敬一杯。李青，李青见朝中风波起，问李青那苦涩寡人报话你情，怪不得元帅为你快笑问，就是个爱你才貌也同心，愿与情明是张华上举手，愿与情十个人情更亲近，愿与情同葬乾坤，李少珍愿与情，时时刻刻不离分。真与情今夜情心天相关，自己君上
容易，风流成仙困孤居，岂关心莲花车间有排成，几经余味担当成。上我君位将他的君啊，丞相，将军人同桌而责，同他而眠，从古有之啊。先有刘备孔明，后有光武之礼，千古佳话传到如今。而且为我推上托是怕这怕那，为傲寡人呐。万岁！莫非你果真是群才后分？万岁，你这是无意呀！万岁，你这坚强又不信呀？为什么夜来有时为天王？君王杀孽人逆乱，下官无意不丞相。既如此，我只得挂报是官司，召兵将归临下。哎呀，丞相，我不过是句笑话而已，而且何必当真呢？好，请既不愿同他而眠，那年我就到内室禀赋谈心到天明。万这请总不能太迟了吧？万岁！七万岁，娘娘驾临天相馆啊！竟有这等冒昧之事，关上他门。娘娘已进他门。哎呀，关上二门。万岁，既然娘娘驾到，微臣更当告退。慢，娘娘未经宣召，不能前来。他就是来了，也只有娘娘丞相，不能叫丞相娘他。万岁驾到！哎呀，他真的来了！已经。老弟弟的消息，早中策奇闻。丞相府也告知，君臣女长命。啥不出此这风流是枉为我朝阳公主第臣。万岁圣安！自动到此则成。问万岁在此赏月，得来公陪呀？朕不用你陪。朕请我不管不陪。朕要你为公。朕请我不想为公。你，好，多谢娘娘真心美意，是此清楚。谢素。李君有恭听，娘娘千岁。丞相，事而不早，快为夫去吧。遵旨。慢，朕还有国事要与丞相商量。哎呀，万岁，国事明日早早再议，也不为事啊。这是朝廷之事，谁要你来多管？你与我为公。丞相。启禀万岁，丞相府多传失户，请丞相速为夫。哎呀，娘娘，丞相快为夫去吧。李娘娘千岁。我的老姑姑，昨夜相府守护之事，可不能小看呐。是啊，禀太儿，李丞相就见。孤船来了，
宣是李仁相觐见，臣领旨。李君有公卿推审案，罢了，自坐。老太师安好。丞相安好，请。不知丞相一早进宫有何要事？太后，是李人冒昧求见内宫卿，问儿开苦抗女。今年我一病康复，小把病，丞相你妙手为臣谁观音？太后康健万民公，愿尽绵里表诚心。今日我前来送寿礼，谢意赠我亲手描绘观世启人令，哀家再进观世音。你故宫人何来这文人体贴言素心？是李人在苏大义长世间，王太后宽恕我杀死李生。3年来常听人夸言相能，今出此言为何意？哦，莫非为了昨晚相夫守护之事啊？似乎丞相，听说是昨晚相夫守精神，问丞相府中苦受尽。此乃是马王之父家人过身，一场虚惊即刻平定。丞相，这一场虚惊莫小看，心火不成家乃完，情房意外莫属于庞丞相，且早消灭这起祸源啊！今日之夜，我临江团结开始来中堂，这护士一直为人凄苦在，下官心中早明了，这是相夫守护
长见识短，我岂能为小苦受大道？丞相啊，难得你精心收看受安慰，黄埔今日有老太师，总爱讲内外精神明察去好，明察去好。太明察去好，此乃万民之福。太千岁，千岁。臣这里有诚心奏章一道，尊臣开恩，请太尉审断。使臣先行告退，请便。谢太后。你与我年嘞？哦，臣因父母梦愿华夏佩服，因此通信接受二分田地。先生呀，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，臣才不过身为女子。年呐！哦，臣才不过身为女子，冲出国家投奔仕途，立志为清学院为国争位。这是我怕犯，所以不肯就此扒手。那就把安氏放到明子，来他一个御前为生，御前为生。万岁，该审案了。哦，待请问孟丽君，待请问孟丽君。孟丽君3年教长被丞相，今这里特下金榜冠红章。孟丽君天降吾王万岁。得起头来。见李清，自用一心言自推。八辈母妹不生手，啊李清哦，你这赵云寡人意，何苦今朝结下去？花开常在花枝头，叫真是不肯他许。啊，万岁，是啊，神啊，文啊，文啊，啊，都孟丽君，寡人也想视你为故宫，举你做栋梁，不想你竟是女扮乱章，欺瞒君王，你，哎呀，
你真是顾不了寡人替你之心哦。喂，来呀，将孟丽君暂且压下，且慢。请问万岁，今日可是御前为生？是啊，既是御前为生，为何也不生而不问吗？这不生不问，这恩是何宽，也是何短呢？那以丞相之见你。哦，好，你们生吧，你们问吧。是。嘘，轻一点。下跪何成？孟丽君，以前是何成？孟丽君，他办。既是以前是孟丽君，那丽君要究竟是何成？孟丽君，本是我真心命，那丽君要乃是我假名姓。你女扮乱张随之事，花满是我自私人。你竟光用一个私了的过程来戏弄老夫，难道你不怕谁上加谁吗你？哎，国差，那孟丽君说的有道有理，哎，那就该分下去嘛。孟丽君，你说花木兰是你指使成，这是何意呀？老太师，花木兰，一般乱丈夫边关，孟丽君要还木兰须眉弯，木兰带父去送君。丽君为父远返，木兰回顾刻苦哀，丽君见父偏为顽，木兰今把转，丽君心把飞渡，为生命面度叹，样是家有几个有难，当人不娘到你担，为什么木兰是女是命多，丽君有家不能反为，什么当年木兰走出寻，今日丽君成就完，月望将我们担，朝中早已生发难，云南乡门记当，今晚京城送女郎，万岁生命因公断，因上发苦疾苦必经，举一反三。这样还有你定分，孤船不成无所料。哎呀，万岁，是老身年迈无度，藏了旁人之大，望万岁使臣粗心大意。下去。哦，是。万岁，孟丽君女扮乱丈，扰乱纲常，必须免身。万岁，孟丽君3年才少，忠心耿耿，劳苦功高，理该嘉奖。万岁，孟丽君西居我中，无私法纪，理当斩首，理该嘉奖。斩首，嘉奖，斩首，嘉奖。他是要嘉奖，他倒当斩首，偏上有他生恩，后宫有母恩。
我何不先是调尽，且把他移花接木一元内。众位大臣，万岁！那此案虽有朕做过公正裁决，哼！孟丽君，你欺君有罪，本应本斩。年年3年执政于公，侮辱君王女德，送款发落，革去丞相之责，变为公女。虽在王宫之内，万岁！侍奉太尉终身来呀！将孟丽君押进内宫。千岁万岁！元帅王菩萨王为报孟丽君抗拒上殿见驾。报！千岁万岁！孟子娘为报孟丽君抗拒上殿见驾。谁管为之在走，停战不少，退朝去吧。臣王菩萨王为报孟丽君冒失见驾。你难道真的不怕杀头吗？臣要命皇家，生死二日，从未方才心肠。朕早已算计下去，谁管为之在走，停战不少，须知君无戏言呐。既是君父戏言，万岁之前早已杀了孟丽君，为何今日还将他留在宫中？当初是当初，今日是今日，来呀！与我奔了，万岁！天驾到！两旁跪下。哎呀，母儿，孩儿身为九府之尊，三顾乐园，天经地义呀。此事我看不可啊！李昭王的可以，孩儿我为何不可啊？别家女子诚意挑选，你与他么？别家女子岂能与他相比？孩儿我非要这个孟丽君不可吗？母儿，王儿啊！你身居王位，遭龙袍，居住轻重，可知道？劝王儿须真心，莫为小屈身他道。想一想，煞非他两家外马公，七月正，国泰民安终于了。公鸡当以恩泽报，夫妻能修擦脚。将心比心，不诚心，这得妻子手，谁受不了？王儿啊，今是算，真是岁，张天坤做子孙心不稳操，更何况最最子孙
这股拿过了，江上为荣，各自为他。一家已成那孟丽君为你女，而今日就在金殿赐他完婚。好好好，一切就照母为之一盘。全场传旨，凡在金殿赐婚，